日要同大家分享6個人生嘅殘酷真相。第一，家庭嘅第一原理係經濟而唔係感情。父母嗌交嘅潛台詞咧，通常都係錢唔夠。而夫妻兩個嗌交嘅根源咧，成日都會係數唔啱。所以浪漫咧係離唔開碌卡㗎，幸福係需要實實在在嘅餘額。第二，職場嘅第一原理係功勞而唔係苦勞。無論你加班加到幾夜都好，飲咗幾多杯咖啡都好，嗰啲係堆積唔到你升職加薪嘅樓梯。老細嘅感動唔值錢，因為佢哋淨係適應 KPI 呢一個硬通貨。第三，人物嘅第一原理咧係資源互換，而唔係卑微去討好。無論你喺酒台上邊飲出嚟有幾深嘅交情都好，始終係唔及喺合同上簽出嚟嘅可靠。社交嘅本質係價值嘅體現，而唔係情感嘅施捨。第四，愛情嘅第一原理咧係篩選，而唔係培養啊！真係唔好旨意要將潛力股煲成優質股，因為真真正正優質嘅伴侶一早就已經喺相睇嘅市場俾人搶晒㗎啦。第五，健康嘅第一原理係自我管理，而唔係醫療修復。你捱過嘅嘢、食過嘅垃圾食品，最後都會變成喺病歷簿上邊嘅檢查項目。係，你可以講醫院係可以醫得到病㗎嘛，但係時間係買唔返轉頭嘅。最後一條，養老嘅第一原則係金錢，而唔係依靠仔女。孝心咧真係有額度㗎，而退休金先至係你最穩陣嘅靠山。正所謂靠人不如靠己啊嘛，所以真係唔好等你老咗之後先至發現存摺更可靠。總之，人生呢一張體驗券咧，最難嘅唔係點樣去到終點，最難嘅係要直面殘酷嘅真相。祝大家都可以早日領悟到更加之多通關嘅秘笈啦！記得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啊！